交通部为着要振兴花莲的观光产业提出8亿元的自由行的补助，会当用到年底哦。也毋过目前的统计哦，到达只用6成尔尔。花莲的业者认为，可能是往来花莲的交通无介方便哦，因为景气伤歹，生意无好。目前哦，花莲嘛已经有21间的旅馆停业，有10间暂时休困了。花莲跨年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行程可以介绍给我？民众到旅行社问行程，想要趁跨年到花莲佚佗，毋过4月份大地震加上7月份连续3个风台，花莲真侪山区也未复原。苏花公路正搁咧管制，泰鲁阁国家公园嘛无开放，旅行社只好换行程，排一寡花莲市区的佚佗行程。那今年可能就是尽量安排少这个山区的景点，那我们就会以平地，譬如说原住民部落温泉的文化，那我们再来加进我们的旅游景点当中。为着要振兴花莲观光，交通部有推出8亿元的花莲自由行补助方案，会当用到年底。毋过根据统计，到单才用6成。有花莲旅社业者认为，自由行观光客无来，这甲交通无方便有关系。苏花公路管制，目前到花莲佚佗，敢若会当坐火车，这嘛造成花莲将近有21间的旅社停业。从04、03地震呢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家旅馆退场，那10家旅馆选择转租或者是短暂歇业。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交通条件不稳定。有观光系教授是认为，交通确实是个人无方便去花莲佚佗的上大原因，伊阁爱3冬至5冬才会豆豆来开放，亲像北风灾到单一定10几冬啊，南华公路嘛也未完全开放。南横八八水灾之后到现在已经15年了，到现在也是那个休停停，所以这种事情看来不会是短期能解决。因为交通问题毋是短期就通解决的代志，吴教授建议政府应该有对策，投入政府的资源来解决交通问题，可能才会当真正来帮助到花莲的观光产业。记者第一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